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9月1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6篇第40节到46节、48节。耶利米书第9章12节到26节。使徒行传第4章第1节到1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没有其他拯救。很多非基督徒批评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排他主义的宗教，那是因为基督教教义当中的唯一真神，这样的教义也造成了一个态度，就是许多的基督徒对于其他宗教的神明偶像产生一个拒绝甚至鄙视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子就遭受到反弹，认为基督教信仰是一个骄傲而排他主义的宗教。特别当我们回到圣经，看到犹太教他们的外邦思维，也因此产生了对于外族的排斥。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圣经的角度以及基督教信仰角度来思考，我们基督徒的确不能够接受其他偶像神明，并不是我们骄傲，而是我们明明知道那是人手所刻的，这个并非是真神。特别当我们对于偶像失去了敏感度，就是偶像这个事情，在失去这样敏感度之后，我们就会如同过去的以色列人一样，离开了上帝去崇拜巴力偶像。13节，上主回答：这是因为我的子民背弃了我的教训，不听从我的话，不施行我的命令。他们一意孤行，随从祖先的教训去拜巴力。所以我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这样宣布：我要使我的子民吃骨头，喝毒水，我要流放他们到各国，到他们祖先和自己都没听过的地方去。我要驱使敌军追赶他们，把他们都灭绝。因为以色列人自己违背了上帝，敬拜了偶像，因此面对了众多的苦难。耶利米先知问上帝说：上主啊，为什么这土地荒废，像沙漠干旱，没有人烟？谁够聪明，能明白这道理呢？你曾向谁说明，使他能够向别人解释呢？所以我们非常的清楚，基督徒不是因为要排外，而是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所认知的拯救只有一个来源，这个来源是值得我们敬拜的对象，因为上帝没有赐下其他的拯救。以色列人敬拜偶像，因此遇到了极大的困境。上帝告诉耶利米说：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你们要思想所发生的事，
要雇用陪哭的妇女来哀哭，雇专唱挽歌的女子来哀悼。人民说要催他们快来为我们唱挽歌，唱到我们痛哭流涕，泪如雨下。听听西安城里哀嚎的声音，我们被摧毁了，我们大大的受辱，我们必须离乡背井，我们的家被拆毁了。我说，妇女呐，要听上主的话，你们要留心听他的话，要教你们的儿女哀嚎，教你们的朋友唱挽歌。死亡从窗口进来，侵入了我们的宫殿。死亡击倒街上的孩童，消灭广场上的年轻人，遍地横尸，像田野里的粪堆，像割下的麦穗，没有人捡起。上主命令我这样宣布了。因为以色列人想要靠偶像来保守，但是偶像并没有能力，也不是拯救的来源。他们不但领受不到上帝的救恩，更要在生活当中遇见极大的困难，因此他们必须要请人来帮他们哀哭。这种情形我们好像不太陌生，就如同台湾道教的葬礼，我们都会请着俗称的孝女白琼，就是这一类的葬礼服务丧葬服务。这表达了当时候的以色列人的惨境。我们或许可以举个例子来看。这样说，有一个人他急需要脊椎的手术，因为他的神经受到了压迫，造成生活以及行动上面的不便。结果他急得需要开刀，但是他的主治医师却也生病了，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帮他开刀。这个病人呢，后来因为等不及了，他就坚持要请另外一位外科医师来帮他开刀。结果呢，这位外科医师是妇产外科医师。想一下，一个需要脊椎神经的手术，却找了一个外科是妇科的，这样的手术的后果会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想一想。相同的，我们明明知道偶像是一个人手所刻的，不是真神，我们却仍然为了要崇拜，就像想要从这个偶像当中得到保守，因而舍弃了真神上帝，这样的结果会是如何呢？彼得和约翰在圣殿的美门口医治了一位生来就瘸腿的人，因此因为这样的事情就被拘提到议会去受审。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4章第1到12节的经文里面提到了彼得他们在议会里面的面前说明他们的信仰，他们就传讲了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恼怒了祭司、圣殿的警卫官和撒都该人等人。他们指控彼得和约翰教导有关复活的事实，竟然
有5000个男人信了复活的基督，这样更造成这些人的生气。他们就开始质疑彼得和约翰在治愈这个瘸腿的人的能力，所以他们就问：你们靠什么力量？靠奉谁的名做这个事情？彼得有圣灵的充满与同在，他就回答说：彼得被圣灵充满，回答民间领袖和长老们，如果我们今天被查问有关这跛脚的人怎样被治好的一件善事，那么你们大家和一切以色列人都应该知道，这个站在你们面前的人能够完全康复，是由于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所发出的能力。他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而上帝已经让他从死里复活了。关于这位耶稣，圣经曾经说，你们的泥水匠所丢弃的这块石头，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基石了。拯救只从他而来，因为天下人间，上帝并没有赐下任何其他的名，使我们借着他得救。彼得完全不害怕，勇敢地见证自己的信仰，就是上帝借着复活的基督所赐下的救恩。这救恩也借着耶稣基督的使徒赐给了世人。曾经有3000人听彼得的讲道信主，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章41节。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有5000男人信主，记载在使徒行传第4章第4节。圣经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号，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诗篇106篇第40节到48节。因此上主向他的子民发怒，他对他们生厌恶的心，他使他们落在异族手中，使他们的仇敌受到管辖。他们被仇敌欺压，没有丝毫自由。上主多次拯救他们的子民，他们却宁愿走叛逆的路，更深地陷入罪恶中。可是他们一呼求，上帝就垂听，他顾念他们的苦难，为了他们的缘故，上主记起他的约。由于他的慈爱，他回心转意，他使俘虏他们的人怜悯他们。上主，我们的上帝啊，求你拯救我们，求你从各国把我们领回来，好让我们感谢你，颂赞你的圣名，要称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从亘古到永远颂赞他。愿万民同声说阿们，要赞美上主。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救恩，让我明白这世界上没有赐下别的拯救，正如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求主让我们明白并领受救恩，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